陳曉峰議員。主席，我嘅發言係支持范俊華議員提出嘅推動香港發展海洋經濟嘅議案。我哋國家咧，其實係全世界1/3嘅漁產品嘅供應商啦，出口商。咁但係咧，我哋好多時遇到一啲外國嘅卡脖子嘅一啲情況，我想講係魚苗方面嘅。我覺得咧，我哋應該特區政府應該加強支持國家喺科研方面去做多啲好嘅魚苗。外國咧佢哋提供好多嘅魚苗咧，好多佢用3培嘅技術咧，令到啲魚苗賣咗過嚟，或者賣咗去第啲地區國家之後咧，係唔能夠再生育，唔能夠再繁殖，只能夠長育。咁可能生咗一次就冇得再生。我聽講有啲係生2次，2代，跟住冇得再生。咁我有幸就去過呢個非洲嘅國家啦。咁佢哋都遇到同等嘅問題。咁佢哋就知道我哋中國尤其是湛江有啲好好嘅企業能夠可以即係解決呢個問題，做開深海嘅繁殖。咁我覺得即係深海養魚，香港可以即係長期啲去做啦，長遠啲嘅目標。咁但係呢刻咧，我覺得可以用好我哋即係8大嘅100強嘅大學喺香港去幫助同內地嘅有關嘅企業啊，佢有真正嘅經驗。咁我哋加埋我哋香港做一個好嘅品牌，有法律服務嘅底氣。我哋可以幫助建立一啲國際品牌，幫佢哋咧去授權賣到世界各地。咁呢個咧，我覺得係香港可以做好呢個發展好呢個藍色資源藍色經濟嘅方向。我覺得香港嘅海洋經濟，我哋要繼續走向高端啦，亦都即係善用我哋一國兩制嘅獨特優勢，把握好國家嘅戰略機遇，以創科推動發展，尤其是魚苗方面支持國家嘅藍色經濟、藍色糧倉嘅計劃。我謹此發言，多謝。洪錦元議員。